當你咧問佢你最近點啊，好多時候咧你發現咧佢第一下講嘅嘢咧，通常咧都係傾向負面嘅，都唉，每個鐘喺度唉，有意識咁提高自己快樂咧，其實我哋係鍛煉緊我哋嘅腦袋一個思考嘅模式。根據2025年嘅世界幸福報告指出啦，香港嘅快樂指數咧係得88啫。其實香港嘅人工嘅收入係唔錯嘅，係排全世界20幾。咁點解快樂指數會低咁多嘅呢？其實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咧，除咗影響我哋自己嘅心理健康啦，亦都影響人哋點樣睇我哋嘅。究竟想唔想同我哋做朋友？見工嘅時候俾唔俾機會我哋？覺得我哋容唔容易合作？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咧用一啲心理學嘅研究啦，然之後咧有意識咁樣提高自己嘅快樂指數。大家好，我係 Miss Odelia， 我本身係從事奢侈品嘅銷售培訓噶，我都有教過大人嘅心理學課程噶。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有意識地令到自己開心啲。生活裏邊啦，可能有各種嘅原因令到我哋唔開心啦，例如工作裏邊有嘅壓力啊，又或者返工嘅時候受咗氣啊，又或者生命裏邊嘅一啲嘅挫折或者挑戰啊，甚至同家人溝通嘅時候咧出現咗啲問題啊，都會令到我哋好唔開心，好影響我哋嘅情緒嘅。根據一個心理學嘅研究啦 Seligman 咁佢就喺2011年咧有一個關於點樣保持開心嘅一個研究，咁就發現咧，其實如果我哋從事喺呢幾方面嘅活動咧，我哋可以有意識地提升自己嘅開心嘅，包括咧就係保持一啲嘅正向嘅情緒啦，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啦，去維持一啲正向嘅關係啦，做一啲有意義嘅事啦，同埋做一啲嘢可以俾到滿足感同埋成就感自己嘅，呢一啲咧都係令到自己快樂嘅一啲元素嚟嘅。點解我會想着重講下positive emotion 呢一樣嘢呢？我發現咧，其實好多人啦，尤其香港人啦，當你咧問佢你最近點啊，好多時候咧，你發現咧佢第一下講嘅嘢咧，通常咧都係傾向負面嘅。例如要講下，唉，我老公有啲咩唔好啊，佢好懶啊，唔做家務啊，都唔錫我。又或者會講下我仔好曳啊，成日發脾氣。又或者會講下，哎呀，我公司好差啊，老闆好差啊，點樣對我唔好啊？然之後人工又唔係咁好啊，等等。其實咧，我哋唔為意嘅話咧，我哋好容易咧會聚焦喺我哋一啲比較負面嘅嘢上面。當我哋再講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更加唔開心嘅。所以有意識去建立一個正面嘅情緒係好重要。咁要保持一個正向嘅情緒啦，我哋首先咧要意識到自己唔係嗰個狀態先，因為你意識到自己唔係嗰個狀態咧，你先至會去做一啲嘢去改善佢嘅。有好多時咧，人嘅問題咧就出於唔知道自己唔開心緊，係咁 loop 緊啲唔開心嘅情緒，跟住可能不斷倒咗啲嘅負能量俾人哋都唔知，咁所以佢走唔到出嚟，就長期係一個唔開心嘅狀態啦。所以我哋要有一個意識啦，意識到之後咧，我哋就我發現我自己會咁樣喎，停止轉換。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？第一啦，如果我哋咧道行夠高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叫自己由好氣餒、好悶啊、好辛苦啊，變成我覺得好開心嘅，我可以好有能量嘅，諗一件最近好值得感恩嘅事啊，又或者諗一件最近你覺得好開心嘅事，重回翻嗰個開心嘅感覺咧，都會令到你即時有一個正面嘅情緒嘅。但我明白有時咧，可能嗰刻真係做唔到啊，諗唔到啲咩開心嘢，我哋可以借助外來嘅力量啊，就上 YouTube 啊，睇啲可能比較搞笑嘅片啊，或者睇一啲嘅 YouTuber， 你知道佢可以俾多啲正能量你嘅，咁你就借啲能量可以改變自己嘅情緒咯。去做一場運動啊，去做一啲你工作以外會做嘅嘢，例如你嘅興趣啊，可能你嘅去唱下歌啊等等，諸如此類咧，總之轉換嗰個情緒。我朋友咧同我講過啦，佢咧話佢嘅公司裏邊咧遇過啲同事咧，成日都每個鐘喺度咁樣做嘢喎。咁啊點解咧？咁原來聽落咧，先發現咧嗰位同事以佢所了解咧，佢除咗返工同埋結咗婚屋企有個老公之外咧，其實佢就冇其他生活噶咯。咁所以第二樣嘢我想推介咧，能夠令到自己有意識提高自己嘅開心咧，就係全程投入去做一樣嘢。全程投入咧，包括可能係你嘅興趣啦，可能係讀好一本書，又或者去做你好叻嘅嘢，例如可能你中意寫嘢嘅，可能寫一個小故事等等。總之係全程投入，
好 focus 到你可以忘記時間嘅，讓你達至個心流嘅狀態，咁你就會有一個滿足感，有一個開心喺度咯。當你唔去製造啲嘢發生，或者唔俾自己去用下自己嘅能力去做工作以外嘅嘢咧，咁我哋就會好容易覺得好似冇乜目標啊，我哋嘅能力用唔盡啊，我哋嘅自信又未必喺度啊。第三樣嘢咧就係有意識咁樣咧，就去建立一啲正向嘅關係。留意啊，係正向啊，屋企人啊、朋友固然重要啦。但係梗有啲人咧，我哋係比較傾得埋嘅，可能同我哋嘅興趣一樣，志趣相投嘅朋友啦，或者佢本身嗰啲朋友咧都高能量啲嘅，咁嗰啲就唔怕可以約出嚟啦，傾多啲偈啦，大家互相咧去 inspire，互相學習咁樣，咁呢一個係非常之好嘅。咁你發現咧，你見完佢哋之後咧，你嘅能量係會加咗，開心咗，覺得今日係值得嘅。但係咧，點解我咁重視正向呢樣嘢咧？你發現咧，有啲人咧，其實佢因為太 focus 喺佢自己嘅唔開心或者自己嘅問題，喺你有問題嘅時候咧，佢未必會一樣幫到你啦，或者佢嘅建議未必係適合嘅。所以可能你為咗幫佢，你見完佢之後咧，你會變得好攰啊。我覺得好嘥呢個時間啊，又好似冇咩正面嘅能量啊，見完反而懵咗，因為你接受咗佢好多嘅負能量，聽完好多負能量。係啊，咁所以你真係要揀一個你係可以真係同佢互相正面地交流到，而唔係不斷去接收佢負面嘅嘢，或者同一個問題講好多次佢都未必聽。咁嗰啲咧就唔係會令到你開心嘅關係啦，所以你就要留意下啦。咁第四樣嘢就係揾意義啦。嗱，意義呢樣嘢咧，首先唔好諗到好高、好大、好複雜先。好簡單，對你嚟講有意義就有意義啦。譬如好似我咁樣啦，我會覺得有時抽啲時間咧陪下我嘅婆婆，陪佢食下飯啦，陪佢做一啲嘢啊，我會覺得好似好孝順咁樣。呢一件事咧，我係中意做嘅。咁同婆婆花完時間咧，我會覺得開心咗。對我嚟講咧，就好有意義啦。咁所以其實意義對你嚟講咧，可以係好簡單嘅，就係同屋企人相處下。總之有意識地花呢一個時間咯。就唔好可能咩叫冇意義咧？就可能攞住個電話就係咁掃啊啲小視頻啊咁樣咁啊花咗好多時間。咁呢啲真係冇意識冇意義咁樣咧，就等到時間流走咗，你又未必好開心咁樣。但係如果你日日都係咁樣過嘅時候咧，咁唔開心會慢慢累積嘅。當你長時間做啲冇意義嘅，咁所以有意識咧做啲你覺得有意義嘅嘢。最後咧，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咧從事咗啲令到佢有成就感嘅嘢咧，會令佢獲得快樂嘅。咁有成就感，有啲人可能係不斷去成長啦，不斷可能睇唔同嘅書啊，又或者不斷去可能追一啲運動嘅目標啊，或者甚至本身唔做開運動嘅，我今日開始行30分鐘，已經係一個成就啦。成就係可以好微小咁樣去慢慢建立嘅，每個人都唔同，但係做咗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今日好似冇枉過。好似我最近咁樣啦，我就發現咗一個好簡單嘅嘢，只不過咧係將屋企嘅風筒嗰個插蘇嘅位置佢裂咗，我就換咗個新嘅上去。我以前未試過換噶，但係只不過學識咗點樣做，好簡單咁樣做得到，又冇壞冇爆炸，我就好開心啦。咁所以成就感係可以喺日常嘅生活裏邊做一啲你唔同嘅嘢，又或者你未做過嘅嘢去獲得到嘅成就感。都仲有好多啲好細嘅嘢，但係同時間都會令到你好開心嘅。例如咧，可能你去 plan 一個未去過嘅地方啦，去搵啲你未試過嘅餐廳啦，一個新嘅行山路線，又或者一個新嘅活動，可能你未試過攀石嘅，咁你去試下；未試過去划艇嘅，又可以約朋友去試下。總之係去 plan 一啲嘢，你以前未做過嘅，跟住你做到啦，或者完成咗啦，其實都已經係一個開心噶啦。所以唔需要諗到成就感一定要好大嘅。咁當然啦，都可以將呢啲擺喺工作上面，包括點樣去同同事之間去提高呢個正向嘅情緒啊。你工作嘅內容係可以令到你全程投入啊。又或者咧，你同同事之間，不論你嘅上司啦，你嘅 same level 嘅同事，或者甚至你嘅下屬啦，如果你有嘅話，可以保持一個正向嘅關係咧，咁你返工嘅快樂指數會提高好多嘅。到最後啦，喺你嘅工作上面揾到意義啦，可能係幫緊啲唔同嘅同事啊等等，全部你做到晒咧，其實我相信咧，你已經有一定嘅成就感噶啦。記住唔好浪費生命啊，有意識咁樣提高你嘅快樂，同埋咧都好似咧做運動咁樣。做運動咧，我哋就鍛煉我哋嘅肌肉啦，但係咧有意識咁提高自己快樂咧，其實我哋係鍛煉緊我哋嘅腦袋一個思考嘅模式。我哋越練習得多咧，我哋個腦咧就會聯想到快樂嘅事情會更加快，會更加容易嘅。咁我今日就分享到呢一度先啦。話俾我聽，你做啲咩令到你快樂？下次見，拜拜。